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的11月20。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2篇第1节到12节，列王记下卷23章第1节到14节，约翰福音第3章31到3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回归真神。咱讲到约西亚王，伊对伊的老爸阿文王，甲伊的阿公玛拿西王，因安尼拜偶像的即种的情形内底，因活倒转来超找真神。昨伫经文的中间，咱也讲到，伊甲遮个祭司讲，恁去为着我，为着百姓。为着犹大众人，用即个册顶悬的话来求问耶和华上帝，因为我的列祖无有听即个册顶悬的言语，无有遵趁即个册顶悬所吩咐阮去行的。耶和华就我大大受气，上帝就甲约西亚讲：至到你王本人，我上帝。以色列上帝安尼讲：你一听到册顶悬所写的，就伫我的面前谦卑悔改。你听到我警告要刑罚耶路撒冷甲伊的百姓，互伊成做荒凉，互人咒诅的所在，你就拆二衫，我低头，我就听你的祈祷。因此，伫你死进前，我无要降灾难伫耶路撒冷，我会互你平平安安来离开世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事，因为伊甲伊的老爸、甲伊的阿公完全无共款。伊听趁上帝律法的教导，然后就拆二衫来上帝低头。上帝就听伊的祈祷，就好亲像路加15章、路加福音15章咱所讲的，这个浪子也好，还是这个绵羊也好，咱看迄个浪子伊安怎讲？伊甲伊的老爸讲：老爸，我得罪天，也搁得罪你，对打了后，我不配称做你的囝。这是记载伫路加福音15章21节。这位老爸就亲像上帝对约西亚王所讲的，伊安尼做，将迄个上好的袍摕出来互伊穿，将手指搁挂伫伊的枕头仔顶悬，搁甲鞋穿伫伊的骹顶，将迄只肥羊犅牵来抬，因就通食，通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伊讲我即个囝是死搁活，失去然后得到的。因为约西亚王伊看重着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律法甲教导，伊就召集犹大甲耶路撒冷所有的领袖召集因来到伫上帝面头前，带领因去到伫圣殿。伫迄个中间，当然有包括祭司、先知甲所有的人民，无论宋乡还是富裕，拢去到伫圣殿，对王开始带领全犹大国的人民回转真神上帝，无搁再改迄个敬拜迄个虚假的人所雕刻的偶像，无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因为约西亚王想要甲上帝重新来立约，并且带着全犹大人民做一个甲上帝立约。圣经咧记载讲，王徛伫大条的边仔，上帝的立约，伊要听趁伊一心一意遵守伊的法律诫命，并且实行约书顶悬规定的命令。所有的人民拢应答遵守这个约。
因为安尼，约西亚吩咐希律家的大祭司，伊的助理祭司，甲伫即个圣殿门口值班的警卫，将圣殿内底用来敬拜巴力、拜阿舍拉女神甲星神的物，拢搬出去。王伫城外吉伦国的边仔，将遮的器具拢烧掉。然后叫人将火带到伫伯特利，伊过除遐用过伫犹大遮的王所立遐的犹大甲耶路撒冷附近城镇的即个神庙，献金星的祭司甲所有巴力、太阳、月亮甲星神献祭的祭司，伊甲即个祭司拢火倒掉。伊阁对圣殿内底将阿舍拉女神的像来搬走，带到伫城外吉伦国边来烧掉，来讲互喙诚做灰，也伫公共的坟场。伊拆除神庙的南窗，伫圣殿霸占的厝，就是妇女编织拜阿舍拉时所穿的迄个袍的所在。伊将犹大各城的祭司带到伫耶路撒冷，迫害全国独特所在献过节的神庙，佮拆毁城门边献山羊鬼的神庙。这个神庙是约书亚市长建筑的时，伫进城门的倒手边。坦白来讲，这真正是无容易啊！要完全来戒除即种敬拜偶像甲祭祭即种的习俗，完完全全来回归真神，是非常困难的。就民间宗教的角度来讲，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件，拢会当找理由来拜。年久月深，也是讲即个物件的体积真大，或者是讲互人惊吓的事，等等遮的人就用称作菩萨，物件就称作神，像讲灶神啊、树头神啊，即种的，无法度正确的思想，一切拢甲钱财有关系。每一个世代拢有即种的假神、偶像的敬拜。早期因阁用因的囡仔，无论是查甫的、查某的，拢来献做偶像的牺牲。甚至有一寡朋友因甚至有即种博士学位啦但是因的囡仔要号命，阁去找人，即个号命的人来替因号啦即种的命运的迷失，互人真正找袂到真神的敬拜。但是约西亚王却会当伫传统的压力的下面，来超找回归真神上帝即种的真理的道路，真正是无简单。但是问题来什么人是真神？真正的上帝是袂叫人惊吓的，应该是迄种赐平安互世间人的上帝，才是真神。真神一定知影人将来要去的所在，但是道教遮的道士，或者是因讲啥物道长，却伫人死了后，将人带互即个地藏王去管理。地藏王就是咧管阴间的啦意思就是讲要将人的尸体骨灰，迄个管理权交互阴间的管理者。咱知影真侪人惊鬼神，却互亲人的即个遗骨灰来归互管鬼神的去管理。伫旧历的7月又搁要开鬼门，然后又搁惊因，所以7月15就搁拜拜，互遮的鬼神食好饱，莫来作怪，然后搁要来关鬼门。即种的班神弄鬼，惊人绝对毋是真神会做的代志。
就一位对天顶来，超过万有，赏赐平安，佮保证甲人三甲地地的上帝，才是真神。约翰福音第3章31节到36节的经文安尼讲，迄个对顶面来超越万有，对地上来是属伫地。伊所讲的是地上的事。迄个对天顶来是超越过万有的。伊所看见、所听到的来做证，可惜无有人接受伊的见证。迄个接受伊见证的，证明上帝是信实。上帝所找见的迄位传讲上帝的话，因为上帝无限量将圣神赏赐互伊。爸亲像囝儿已经将万有交互伊的手中，信囝的有永远的活命，无信囝的就无有真的生命。而且上帝的刑罚永远袂离开伊。愿咱拢超做着真神，咱才带尾来用诗篇132篇第1节到12节做伙来读，然后来祈祷。耶和华代笔所受一切的苦难，求你纪念伊。伊怎样对耶和华咒詛，对雅各的大权能的下愿，讲我的确无入我的家的布被，也无上我的眠床，我也无用稳我的目睭困去，也无用稳我的目睭皮合我。听候我为着耶和华找着所在。为雅各大权能的找着徛起的所在，看阮听见约柜伫以法他，阮伫树拿田拄着伊，阮要入伊徛起的所在，阮要拜伊伫伊的骹踏以前。耶和华求你起来，你甲你的快乐的约柜三角入你的所在。愿你的祭司穿公义的衫，愿你成百姓出欢喜的声。求你因为你的奴仆大笔的缘故，无得去杀你受满油的。耶和华用诚实对大笔咒詛，的确无反复，讲我要互你所生的坐伫你的宝座。你的囝若守我的约，甲我要教示的法度，因的囝孙要永远坐伫你的宝座。求主帮助咱来学习约瑟亚王同款，会通超找一位真神，去杀遐的偶像，来活倒转回头，亲像迄个浪子同款，搁一摆被上帝接纳来做伊的囝，来成做一个得到救恩的人。阿门。